局长谈生意，做不做？那要看赌他的生意。我不要你杀人，我要你立身。最外安，谁呀？朝廷要派。东厂私下布料埋伏，你们走不了了。快我，谢不要走，我看谁拦得住。朝廷奴家管不了，在龙门客场外，还是老娘失了算。义父，你绝得了那一股？你还绝得了这天下不成？天下何成？